第26課，食在香港。課文。俗語有話，民以食為天。香港人特別講究口福，首先講究食得好。喺香港主要係粵菜，菜式口味一般以清、鮮、嫩、滑、爽為主。炮製嗰陣又講究色、香、味、形，冇花冇假，務求整出嚟嘅菜又好睇又好食，一啲都唔肥膩。講到湯水更加冇得彈。春夏以清潤為主，秋冬就重滋補。其次就係要食得自在，食得方便。通街啲酒樓裝修得鬼火咁靚，無非係迎合香港人食情調嘅文化要求啫。食肆通常每日營業15-16個鐘，朝早有早茶，晏晝有飯市，3點以後下午茶，4點開始切着局，6點晚飯小菜，直落到3更半夜。撞啱擺酒，場面之墟冚，俾人嘅印象係香港人正一係識飲識食嘅一族。最後就係乜嘢菜式喺香港都會食得到。中餐嚟講，除咗粵菜，仲有正宗嘅京、滬、川、潮呢啲地方菜。西餐嚟講就多咯。總之形容香港為國際食街就啱到極。美國麥當勞漢堡包同意大利薄餅唔再講，喺香港大行其道嘅仲有日本菜、韓國菜、泰國菜等等。而歐洲菜肴嗰啲法國菜、意大利菜嘅水準一啲都唔輸蝕過祖家。重點詞彙：爽、炮製、冇花冇假、整、肥膩、通街、酒樓、鬼火咁靚、借、食肆、飯市、着局、直落、擺酒、墟冚、正一、識飲識食、一族、啱到極、意大利薄餅唔再講、水準、輸蝕、祖家。補充語彙：詞語加一、貼士、埋單、卡位、鋸扒、硬枱腳、下午茶、食buffet、打邊爐、茶餐廳、大排檔、快餐店。句子：香港通街都係食肆，好難揾到一條街係冇嘅。茶樓飯店、餐室酒廊、糖水屋、咖啡館，林林總總。而食品豐富，加工講究，服務周到，豐儉由人。正所謂乜都有得食，點食法都得，而且乜嘢價錢、乜嘢時間都有得食。若將香港叫做大食街，實不為過。會話聆聽練習。哇！呢度又開多間阿爾靚湯。咦，係噃。早幾日我淨係見啲工人喺度裝修，當時唔在意，亦冇打探係咪。
而家興開專門店，你睇連湯水都可以搞專門店嘅。民以食為天啊嘛。話時話，阿爾靚湯喺香港地都約莫開咗10零間分店㗎啦。聽講仲開到上廣州添。呢啲就係叫做生意眼啦。品質從佳，管理從嚴，經營有方，抵佢發嘅。聽日老細請飲，究竟去邊度食？咪去西貢食海鮮咯。哇，海鮮膽固醇好高㗎噃。怕膽固醇高，咪飲啲酒咯。酒可以解膽固醇，你係喺邊度聽返嚟㗎？報紙咯。嗱，呢份報紙嘅飲食版有介紹。哈，以前真係未諗過呢樣嘢噃。聽講聽日提早1個鐘放工，自己揸車去，喺西貢公路迴旋處度等。短文朗讀：香港人興飲茶，平日返工之前上茶樓1盅2件，兼夾嘆冷氣睇報紙。節日假日更帶埋一家大細歡聚一堂，聚下天倫之樂。其實香港飲茶嘅人幾時都咁多，親朋相聚、商務活動、工作午餐、午後消閒，都好興約埋一齊去飲茶。講到飲乜嘢茶，香港人以前一路都係飲開紅茶，有一排興飲菊普，即係普洱茶溝埋啲韓菊落去。早市飲茶以點心為主，品種多多。鹹點心有蝦餃、燒賣、鳳爪等等，甜點心有蓮蓉包、馬蹄糕、芒果布甸等等。總之多到你唔知揀乜。之外，仲有腸粉同粥品，皮蛋瘦肉粥啊，柴魚花生粥啊，叫一碗滾熱辣嘅粥，滲啲薄脆同胡椒粉落去，食起上嚟唔知幾和味。午市除咗有點心供應之外，仲有粉麵飯，幾個人叫3兩籠點心，整個鍋麵或者炒碟飯就夠晒皮，又經濟又實惠。所以話啫，飲茶呢樣嘢經已成咗香港人飲食習慣嘅一部分。